我们一起见面，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第一首拣选，我们一起拍手。你十字架的大能，从家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好，我愿意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可以找3个人跟他说，很开心在今天的早晨见到你，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这样的大能，你十字架的大能，从家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主，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我们一起拍手，将掌声献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主，你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当遮盖，夜间是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保住。我们一起来欢呼，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
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主，求你也带领我们，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选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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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以祷告的心来向上帝说话。主，求你时时刻刻的与我们同在。当我们不明白事情的由来时，信心不足的时候，主，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在于你。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主，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我们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这一生都要甘愿谦卑来顺服你。来唱。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应许，依靠你的恩典，我甘愿谦卑顺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再次感谢主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在一生会遇到很多难题，会遇到很多试探，
主，但我们并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有你同在。主，我们也顺服你，交给我们人生中的所有课题。主，因为我们知道你必与我们同在。还要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我们依然站立，我们来攻读新的诫命。对，开始，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要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请坐。我们进行奉献。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在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感谢你让我有属灵的家，重新感受被你爱围绕的美好。谢谢你一次又一次在旷野中寻求我，让我在黑暗的迷惘中看见出路。你慈爱的手牵着我走向光明。亲爱的主，谢谢你不离不弃的爱，在我孤单无助中回到你的怀抱中。你用慈爱吸引我，让我能够在神的家中享受满满的爱、丰盛的祝福。谢谢主，让我在教会跟团契的建造中得到属灵的喂养，在弟兄姐妹的肢体的关怀中学习如何爱神爱人。我们不单以自己的聪明来应付眼前的压力和挑战，因为我们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们万军耶和华方能成事。让我们定睛仰望神，寻求神的旨意，一生跟随你。上帝能照着我们心里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时我们要用你教导我们的祈祷文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里要有几件事情的报告。我们今天的华语礼拜要举行第4次的圣礼典哈，那在讲道后会举行。那我们感谢耶稣基督，他牺牲成全的爱，让我们能够一起跟我们的主一起坐席哈，享受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的这种宴席。那我们今天的今天刚刚大家的奉献是要做凯米这个风灾的赈灾所用。第二点事情要跟大家做报告，就是我们的魏新庸魏长老因个人因素向小会请假到任期结束，就是在年底，所以即日起教育部长许立坚长老是兼任礼拜部部长，然后余宗勤执事担任总务部长哈，就是在这段时间就先空窗期，就他们就时间就
担负这些责任。那另外，我们9月1号开始，我们小会任命刘佑豪执事担任主日学的校长，他们责任都很重哈。那我们为他们祷告。第3个，8月12到16，我们的干事他要休息，安排灵修教会没有对外开放，若有事情要跟教会办理的，要跟牧师先联络。好，那就是这样啊。第3个，我们团契，接着是团契的消息。8月17、18、6日，青少年的夏令营是在新竹，我们2个牧师将随队前往。第2个松联团契他们礼拜5有聚会，在这4楼。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都夏令的施工。8月25号主日学他们举办夏日派对，地点在桃园好时节农场。以上报告。那还有我们有一些奉献明细那大家自己看。好，那我们现在来攻读我们今天的圣经。圣经记载在历代志上28章4到10节，历代志上28章4到10节，我来读。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他拣选犹大为领袖，在犹大家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儿子里喜悦我，立我做全以色列的王。耶和华是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我儿子所罗门做耶和华国度的王位，治理以色列。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殿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做他的父。他若很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必定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现今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在耶和华的会中，在我们上帝的垂听下，你们务要遵行并寻求耶和华你们上帝一切的诫命，如此你们就可以承受这美地，并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上帝，全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耶和华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行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现在你当谨慎，因为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做。正道我们请林义杰牧师，他的题目是选择决定未来。时间交给义杰牧师。昨天有熬夜看那个全集的举手一下，牧师会特别注意看你那个眼睛有没有那个好，那个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慈爱，你在万人当中，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透过我们这尊贵的身份，要来向这个世界传说一个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的爱。也愿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忍耐、谦卑、顺服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求主帮助我们面对生命当中每一段的挑战，也会让我们在每一段挑战当中经历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愿你今天的话语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人的一生随时都在做选择。我想昨天定信在选择我到底要不要3点多起来看，其实他不是看拳击，他在看篮球。
哦，美国跟德国，我没有开玩笑啊。我们的选择有时是为了我们自己，有时我们选择是为了别人。过去的选择不管我们是很谨慎的，或者是三思而后行的选择，或者是我们是意气用事、逼不得已的选择，如今现在我们要承担我们过去的选择，是不是？因为选择决定我们的未来。当然，另外一种想法是，因为我们要有这样的未来，所以我们这样现在的选择就不一样。所以在每一个要选择，其实的当下是非常的困难，但选择又非常的重要。意思是说，我们如今会变成这样的外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甚至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生，甚至我们对信仰的一个热情，我们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人因为罪性的缘故，在选择的当下，我们一定会选择对自己比较有利的部分，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所谓当局者迷啊，慢慢当父母亲的人就知道哈，常常希望孩子你不要走这条路，跟他讲，但是他不听，他就要走。我们做父母亲的人怎么样？就让你走吧，我们就旁边陪着。等到他绕了一圈回来，他才知道说啊，他选择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变成如此这样的生命的一个情况，常常忧愁不安，对未来失去盼望，没有安全感。我们可以怨叹别人吗？我们可以埋怨这个世界吗？我们可以在教会埋怨牧师、长老、执事、团契会长吗？其实是没有道理的。上个月啊，牧师回金门啊探望父母亲，也顺便参加了我们国中毕业40周年同学会。啊，往年他们的同学会都在过年举行，每一年都有，但是过年我们没办法回去，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个岛上一起成长，所以我们其实是蛮有革命情感的。我们总共有四个班，那个时候的孩子很多，我们4个班，牧师要弄数学题目了等一下多少除以4等于多少啊我们4个班。我们总共有168人，请问我们一班有几个人？好了，算了。这一次的那个同学会有将近一半的人其实也不少，将近快80几个人从全台湾各地甚至有的中国大陆哪里都回去参加我们都知道，40年不算短的一个日子。见面之后，很多的人的体型都变了。我们已经被称为所谓的大叔大婶，你懂吗？大叔大婶啊。那有的同学，我已经40年没见过他了，但是后来有 FB 嘛，就偶尔知道哪个同学好。当我们在开同学会那天的前几天我们就有开一个又比较早回去的人又被晚上又被大概快10几个，然后去开同学会会前会。我一坐下的时候，我就问我旁边那个同学，那个男的，对面那个是谁？那个女生是谁？我不认得。他说是某某人啊，某某人我说不跟他 FB 的照片差这么多FB 就是现在都有美颜嘛所以他美颜到我不认得他，你知道吗？他弄得皮肤很白，那一看的时候，因为他开计程车。女生开计程车爬到这长好黑然后然后她已经当阿嬷了，所以跟她照片真的是完全差很多。我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记忆，其实当你经过20-30年、40年以后，其实都会很不一样。真是有天跟地、东跟西这样的差别。牧师绝对不是在比较我们同学身材怎么样当然，里面牧师身材算保持还不错的啦。你看我定信最捧场我的笑，你看，真的他们有特别那个我特别为了这个40年同学会，我特别有注意了一下其中有的同学他们选择走捷径，他们盼望一飞登天。牧师之前有讲过，我同学里面有抢印钞车的
同学有抢印钞车的举手一下。你同学国中、高中、大学有抢印钞车的举手没有吧？有混黑道的举手一下，混黑道的我同学也有哦。但是抢印钞车还好没有死人，其实也放出来了啦。印钞车其实没关几年了就出来了，哎，没关几年就出来了哈。但也有很多同学他选择按部就班，啊，如今他们在那个当了将军，哦，保护了总统、副总统、将军哈。有一个女生当了法官，啊，如果人生的选择这么重要，何况我们信仰的选择不就更加倍的重要吗？因为信仰跟我们的灵命有关啊，我们这个人的灵命有关，以及我们有没有办法进入永生的盼望，其实是有关的。弟兄姐妹，过去已过去了，不管你现在是几岁，我们今天很欢迎哈，第一次来参加我们华语礼拜的举手一下。好，那个小雨，你左边那个来，欢迎，来站起来一下，欢迎，哇！他是我们那个刚升级礼拜哈，到那个国中哈，现在参加青少系，请坐。牧师会讲，不管啊，他可能是在这边是最小的，过去已经过去了，现在的我们的选择从此刻开始相对的重要。因为我们今天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跟大卫一样，大卫做了什么选择，影响了他在历史上面很大的一个见证啊。然后我们看今天的经文6到7节，我们一起读一下经文好了，来6到7节，来，请。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作为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他若很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们都知道大卫王的一生充满了坎坷，起起落落。他从小小的牧童打败巨人歌利亚，一战成名。他被先知抹油，被上帝拣选。他却遭到扫罗王的嫉妒。常常过了四处逃难的日子，甚至后来啊，他被他很多儿子里面有一个儿子叫押沙龙追杀。我想这是没有人比他像那么悲哀。大卫王也曾经有风光，但是他也曾经有软弱的时刻。他犯了罪，第一，他抢部属的老婆啊。我觉得我们在看历代志、列王记的时候，跟那个现在的历史剧、宫廷剧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啊。第二，大卫因为骄傲数算军队的人数，但当他发生以上的错误的时候，当上帝派使者去提醒他的时候，大卫马上做出了选择，什么选择？悔改认罪。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人提醒你的时候，讲实在话，一般人都不愿意让人家提醒，但是真正会提醒你的人，那个人是鼓起了勇气跟你提醒，而且都是最亲密的人啊。感谢主哈！我记得我刚当传道的时候，每次讲完道的时候哈，我就很紧张。为什么很紧张？因为回到家的时候，子怡子群就开始对爸爸批判一番啊。其实他们是好，说爸爸你今天讲的怎么样？怎么样？第二，认罪悔改。第二，大卫王他征战一生，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为了建造上帝的殿啊。我们今天没有读到28章第2节，说到什么？大卫王他站起来对众人说：“我的心啊，我的心本想为耶和华上帝建造圣殿。”他连要建造圣殿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但是上帝不允许。如今大卫的计划破灭了，我们所谓说到手的呢，鸭子飞了。这时大卫可以做出2个选择。第一个，他坚持圣殿我要干，我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你怎么说？你先知来讲没有用。但是大卫选择了第2条路，他顺服上帝的旨意，将圣殿的任务交给他的儿子。
成功并不必在我。弟兄姐妹，这看起来我们在读很容易，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其实我们在公司上过班都知道，有时候你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升迁，但是老板就升迁了另外一个，其实你会很不开心。你会做出哪一种选择？牧师就做过了。第一个顺服继续做，第二个不爽离职，不爽离职。所以其实要做这个一个选择，其实真的是不容易。自古以来，多少的历史让我们知道，兄弟姐妹、亲人，为了争权力、地位、名声，而产生很多的对抗，甚至凶杀。回想我们的信仰里程，我们常常需要很多的选择。当我们在工作上、在家庭上、在教会服事的当中需要选择的时候，我们是照自己的欲望，看重我们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当有长老同工来邀请你来服事的时候，你可能想说我没办法啦，这个不是我擅长的，甚至说等我现在没空等我退休了，我再来帮忙。或者说另外一个，前面那个是推，后面这是抢。有的教会里面是什么？我一定要当长老了，教会没有我不行的。这个位置一定要有我。或者是我们会限制自己体贴上帝的心意，顺从上帝对我们的呼召，会说：上帝，我在这里，你来差遣我。但牧师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的选择其实是非常艰难的选择。但是如今大卫王他没有走扫罗王前面的路，扫罗王前面就是他想怎么选择他就怎么选择，以至于他得罪了上帝。扫罗王他被眼睛所看到的，他被吸引，他被他所看到的产生的欲望，以至于他看不到事实的全貌，他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大卫王他愿意遵探上帝的诫命法度，他限制自己的欲望。因为走到人生，大卫这样一生走到后来的时候，他明白一件事情，明白什么事情？上帝的主权超过一切。为什么？大卫他回想，他从年轻一直在征战，出生入死。但是他回想，当他依靠上帝的时候，他就得胜；当他想依靠自己的时候，他常常有时候会想依靠自己一下，就失败。上帝的主权就好像出埃及记33章19节说，上帝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什么人就怜悯什么人。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另外一段经文，4到5节，4到5节，来，请。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今天上帝亲自拣选所罗王来建造圣殿。圣经当中的这个拣选其实有选择的意思。4到5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段一段的拣选，就上帝在万人当中，我们常常有没有说，为什么上帝就拣选以色列，不拣选其他人？这是上帝的主权。上帝在以色列的当中，就12支派，他就选犹大支派，这个是上帝的主权。在犹大支派里面，他就单单我就中意你那个最小的一个小牧童大卫。大卫有多少孩子？非常的多。你们如果看历代志的第1章就跟你讲了，他在大卫的众孩子当中，他选择了所罗门。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看上帝的拣选，我们不了解上帝怎么会拣选这么软弱的人去当传道人啊？我不晓得想想有没有觉得，我也常常觉得我不配。上帝，你为什么拣选我去当传道人？
那是因为我们常用人的有限的角度在看，当然看不明白。上帝的计划常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上帝会拣选某一人就当长老、当执事、当团契会长，以牧师做例子好了。我刚刚讲我们那个小岛哈，我们现在小岛其实变成小岛，因为我们有一个金门大桥之后，其实2个岛现在就已经在一起了。在我们那个小岛哈，我们有5个村庄，每一个村庄都一个姓，我们那个姓就是林姓，就是好像可能有一个林姓从大陆哪里过来，然后一个祖宗，然后就开始变了很多的家族这样哈。在我们的里面，整个村庄里面，其实我不是最优秀的，优秀的人太多了，很多老师、博士，很多有社经地位。用人的角度来讲，其实牧师没有一点功成名就，但在那么人当中，我被拣选成为基督徒，甚至后来上帝愿意让我成为全职的传道人、牧师。弟兄姐妹，上帝比我们还了解自己啊！有时你会觉得说我不晓得我为什么会来教会，或者是因为朋友的引导，我来到教会。上帝看重我们，上帝要让我们过丰盛的生命。以这个台湾现在只有5%的基督徒，为什么有95%？常常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讨论这个。你说上帝没有拣选他们？有可能有，只是他们不想来啊。牧师也很开心、好奇，跟着定心愿意来，你也可以选择我不来啊。定心会说怎么样吗？但是他愿意接受上帝的呼召，他愿意来。莉莉也是啊，他愿意跟着来。艾轩，你怎么躲在后面哈？对，艾轩愿意来，这个是他的心愿意打开嘛。上帝其实都是在拣选，就在我们家族里面，他拣选了我。他有没有透过很多的弟兄基督徒，在我的大哥，正是我的弟弟，我的妹妹，他们在旁边的朋友，有一定有，可能有人邀请他，他不一定会想去，不一定会想去。上帝在万人当中拣选了大卫，也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呼召了我们。新约约翰福音15章16节这么说：不是你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是上帝拣选我们了，不是我们拣选了上帝啊。所以这样看来，我们人只能以什么？以顺服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很感谢敬拜团今天所拣选的3首歌啊！你们等一下听牧师讲完道哈，就觉得说哇，好会选歌哦！感谢主，我们圣灵那个相通啊哈！我们只能以顺服来回应上帝的拣选，因为以翔还没有那个选歌的时候，其实牧师奖章已经写好了。因为这次牧师，因为后面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这次的奖章写得很早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以翔，只能以顺服来回应上帝，而且其实顺服也是一种拣选也是一种选择，也是我们的一种选择。很多的人他被选到团契会长，他不做。我们10月要改选哦，这次我们要选多新的很多面孔的长老，几乎一半会新的，然后我们也会多了6、7位新的执事。有的教会选上执事，我不做，我不就任，这是上帝的拣选。我们要用顺服也是一种选择，可能我们不懂我们不会，但是我们要顺服。就像今天的经文第8节，大卫王要百姓做出选择。第8节，上帝要以色列的百姓做出选择。第9节，上帝要所罗门做出选择。你若寻找我，必寻见。第9节，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你永远丢弃你。当我们寻找上帝的时候，他就会让我们寻找；但是当我们离弃上帝的时候，他也会丢弃你。这个是我们的选择。上帝给我们自由意识，他不会勉强你去选择他。就像上帝要呼召我或者想去读神学院的时候，上帝也不会
不会勉强你，你可以选择要跟不要。所以我们知道，对上帝的忠心是需要一辈子谨慎坚持下去，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所罗门王，他接续大卫的接力棒，他建造非常漂亮华丽的一个圣殿。所罗门王的国势是在以色列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一个巅峰，但是很可惜的，爬得越高，一不注意就怎么样，掉了越惨啊。在所罗门王他最人生的后面，他受他的嫔妃引诱，他去拜其他的偶像，他离弃了上帝，上帝就永远丢弃他。最后，以色列分成2个国家。当你在看到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突然很震撼？有的年纪都比较小哈，知道苏联的请举手。苏联这个国家举手？哦，很多人。苏联现在叫俄罗斯，对不对？苏联以前是很大的国家，就在突然苏联就崩解了。哪一天我们突然看到，现在几个强盛的国家就突然分成好几个国家？以色列就是这样子，它变化竟然如此的快，如此的大，这给我们什么很大的提醒？在我们生命的里程当中，我们绝对有一个台语叫做“我们不能扣谁啊”，扣谁听得懂吗？可能我们现在的职位，我们现在的地位，前阵子哈，这个跟政党没关系哦，牧师只是按照时事来讲哈。所谓的在民进党里面有所谓的大阿哥啊，支撑的郑文灿。他其实那时候听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妈妈的告别式，我从新闻看的哦。政商名流全部到，礼物送什么？可是当他一不小心，就是我讲这样，我们没有不够谨慎。当我们离弃上帝的时候，你就会被上帝丢弃了，就好像以色列王一样。所罗门王，你看那么巅峰，他的爸爸帮他准备盖圣殿的东西，然后上帝也赐福给他，国境很平安。可是他没有危机意识，我们也是这样子。其实义杰牧师也常常为我跟志梅牧师2个人相处祷告。其实我觉得魔鬼真的随着藏在细节里面，夫妻、家庭、在职场工作、信仰，我们都常常很谨慎。有时候一个东西进去就伤害了，就会很伤害。上帝对大卫的应许绝对不会改变，但是上位的子孙如果借着顺服，他才有拿到应许。刚我们诗歌有唱到应许，应许是什么？应许是我们的盼望啊！我们的盼望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啊！我们是借着上帝给我们的永生的盼望，我现在才能够坚持下去啊！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他的国位受坚固，直到永远啊！换句话说，上帝的子孙若不顺服，若我们不顺服上帝，上帝除了会用人的杖责打他，会有人的鞭责罚他，甚至会兴起其他愿意顺服的子孙来接续这个国位。当以色列百姓需要王的时候，上帝叫所罗门，没有扫罗。可是当扫罗背叛上帝的时候，上帝越过他，在寻找大卫，这也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上帝在呼召我们的时候，你是顺服还是拒绝？你拒绝的话，其实上帝会越过你，他会越过你去拣选其他的人。我们在读以斯帖的时候，有读到这段吧？你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了现在。我们当基督徒的时候，昨天下午圣歌队跟妇女团契他们联合聚会，然后主要就是当然就吃吃喝喝啊。在之前我们当然有一些活动，猜谜活动。牧师不是在讲这个，牧师讲是，
护理团契的会长叶秋霞，他其实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只有牧师家族带的时候，哈，那时候受洗的。他直接跟牧师讲，他有社交恐惧症。但你感谢主哦，几年之后，当他被选为护理团契的会长的时候，他愿意来接。但是他很害怕，他讲话都这样子。今天我们那个护理团契跟，那就大概是这样子。但是他愿意服侍的心。所以我跟志梅牧师，我们愿意陪他，然后很多弟兄姐妹，你们郑梅姐，我们都陪着他，帮助他。昨天办得非常的成功，办得非常的好。如果你拒绝上帝的呼召，上帝会越过你，去拣选其他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人不完全，人的确都会有失错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选择不对的时候。但是感谢上帝，他愿意让我们有改旧换新的一个机会，赏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成为人的样式，一起跟我们经历更大的痛苦。所以耶稣了解我们，耶稣愿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耶稣流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痛苦。复活的耶稣也带给我们永生的一个盼望。弟兄姐妹，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是我们世间人的救主。耶稣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耶稣牺牲的样式成为历代众圣徒他们学习的一个榜样。经文第9节的后半段说：“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耶稣选择他不为了自己，因为其实那时候很多人希望他来纣王，他愿意遵探上帝的旨意，他限制了自己，限制自己什么？我想要做这，想要做那。他为了成就上帝拯救世人的一个计划。牧师知道，常上帝呼召我们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说我本来要跟朋友去看电影的，但因为我是团契的会长，我不得不来。上帝在帮助我们限制我们自己。我们来看今天最后的经文第10节，我们一起读来，请：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在我们信仰的里程，我们会渐渐知道，不进步就是退步。有一句话说：几日不读书面目可憎；3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啊。当基督徒的不读经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可能不知道，别人会发现到。我们的信仰没有退休金的。什么叫退休金？意思说，你信的越久，活得越久，领的越多。也不是说你信仰的长，年岁大，你就比较认识上帝。也不是信仰的久，我们的生命就自然而然灵命就会提高。我叫后康没有这么好的事情。昨天很多人为了台湾奥运加油，熬夜看。我们知道，我早上牧师有看了一下那个败的对手，本来说他很有那个风度跟李玉婷前期的，后来最后还比了一个叉又比了一个叉这个很没有风度。其实我们知道，奥运的每一个选手，其实他们都要不断的锻炼，他才有办法上场。那个锻炼之痛苦，不是我们一般人那个职业等级的痛苦啊。我想这边也有很多的篮球好手我想那个像佑书也是，以前都是校队。我们一般的校队其实在锻炼牧师以前小学国中也当过校队我那时候还带那个1000块1000块在脚，1000块在脚上学的时候带了1000块我跟林阳他们训练是背了1100在跑步背了1100在跑步。如果一般这样都需要操练，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的操练，我们的信仰其实也要不断的一个操练。
信仰不会自然而然，随着你的年纪，你的信仰你就比较懂。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上帝在万人当中被拣选，我们要建造我们属灵的殿。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的不是在这个看得到的一个圣殿了，上帝要建造我们这个身体属灵的殿。我们这个殿如何被建造，完全操纵在我们自己的选择。大卫鼓励所罗门王需要谨慎、刚强、壮胆去行啊！弟兄姐妹，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引诱跟伤害，我们有刚强壮胆的去阻挡它吗？有人讲他没有办法来到信基督教，因为基督徒有很多的限制。牧师问他为什么限制？然后你们基督徒一定要参加礼拜，星期天不能跑出去玩，要参与团契，参与很多的服事，还要奉献哦。我赚的钱还要奉献，甚至要参与鼓励人要参与社会的服务，在公司里面或者在任何地方成为光跟盐。你们觉得呢？这是限制吗？我们现在的选择决定我们的未来，甚至我这么说，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的以后的怎么样的建成教会，决定在我们现在这一代，我们这一代的选择决定未来的建成教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建成教会，我和志梅牧师，我们7年前我们刚来的建成教会，是之前的人他们决定了。因为他们之前的选择决定那时候我们7年来的一个建成教会，现在的建成教会是我跟志梅牧师这7年来，我们每一次的我们跟长子我们同工，我们努力选择，才有现在的一个建成教会，这是我们的选择。上帝对我们的限制，其实他拉近我们跟他有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看的是限制，我们好像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个。其实上帝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人啊，我们常常会看错。我不晓得这一辈子当中，你有没有决定错误的事情？有决定过错误的事情的人，请举手一下。啊，这边有哈。啊，我本来应该跟这个女孩子啊，错了，我跟她分手了，好可惜哦，好可惜，她现在嫁得多好。其实牧师，我刚刚讲了嘛，哈，不开心我就离职，你知道吗？我已经是一个中阶主管了，然后在开会，那时候不爽，开完会我就离职，回来志梅牧师啊，你离职了？我常常很多，我觉得我应该多坚持一下，哦，常常选择很多的错误，因为我们人真的是有限。反倒是当我们的身心灵都属于上帝的时候，这边说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当我们寻找上帝的时候，上帝是什么？创造天地的上帝，他是一个宽阔的一个上帝。当我们属上帝跟上帝连接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反而不是限制啊，我们反而是释放跟自由啊。你们会觉得当基督徒是一种限制吗？牧师觉得不会了。我觉得我反而得释放了嘞，啊！我再爆料一下我们自己家的事情哈。那个妈妈爱女儿都是正常的，啊，志梅牧师的妈妈很爱志梅牧师，啊，爱屋及乌，也爱到我，当然也爱他们的孙子，啊，那大家都知道哈，这某种原因嘛哈，牧师有讲过，我房子其实都卖掉了。哦，现在也没有房子，他很担心，担心什么？担心你们70岁退休的时候没有地方住，你知道吗？我叔妈已经活到80几岁了哈，80几岁在担心我们，担心我们。但是当我们在上帝里面的时候，其实那个跟我们这个不是个问题啊。有一次他还是一直问我，跟他讲哦。我跟上帝求，不是上帝求，我没有跟上帝，我是跟他开玩笑讲，我说搞不好我进城退休那一天我就走了，你担心什么？他说
不要啦，你才要享福。我说不想，我说我现在跟志美牧师，我们每天都很享，我很喜乐，看到弟兄姐妹这样子的成长进步，我们都非常的喜乐。看到弟兄姐妹啊，今天早上之后那个照明执事肚子痛，去3总挂急诊，我们就很担忧哦。然后就有一个长辈说：“牧师，我现在在慈济医院住院，好，你能不能来看我？”啊，我们在服侍我们看大家的成长，我们很开心啊。陪社青团契，看常听他们在分享，走出他们的生命。其实我们就在享受。所以你说我们反而是得到使用，我们不会被属地的这个一个房子，一个好像一个帐篷把我们限制住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常常被一个公司的一个职务，或者是股票，或者是什么东西把你限制住？有没有？我不知道。当我们不再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属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把我们分别为圣了。我们已经分别为圣，归给上帝。我们会开始真正经历全新的一个生命啊！上帝会让我们明白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开始不会随波逐流。现在外面也有很多的资讯给我们。我看林义婷一直被攻击嘛，前几手那个被攻击。我早上我看了一下，他说他这段时间他把那个资讯全部关闭，他只是专注的研究他的对手，然后他准备怎么做，他专注。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这个世界常常有很多的东西在攻击我们，很多的东西在搅扰我们。我们要更专注。我们不会随波逐流，我们对未来的目标会越来越清楚。弟兄姐妹，当我们选择我们要守上帝的诫命，当我们选择依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当我们选择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每一天，牧师相信，真的不是限制，反而是释放跟自由。而且我们每一天可以品尝到什么？品尝到在地如在天那个丰盛美好的一个滋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透过顺服上帝的旨意，你十字架牺牲的样式，成为历代众圣徒学习的榜样，如今也成为我们的安慰跟盼望。因为每次当我们遵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我们要一起守圣餐，为了纪念你永远的祭。我们谦卑恳求上帝，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分别为圣，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跟葡萄汁为圣，借着信在你恩典当中成长，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用搬，好，先走。你先坐。奉耶稣基督的名，还属于他的教会按教规可以领圣餐的弟兄姐妹，我们等一下一起来享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当如此行。”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当如此行来纪念他。换或耶稣也拿起杯说：“这杯是新约，用我的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纪念我。”
我们依序请敬拜团来领圣餐。完了，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雨翔，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主耶稣，这是主的身体，为你舍的。弟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雨韶，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雨轩，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凯华，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拿大块一点。右叔，这是主耶稣的身体，可以拿大块一点哦。伊利，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想象这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小雷，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又好，这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秀瑶，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主要这主耶稣的身体，因着。启宏，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施恩，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荣耀，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喜怒，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又美姐，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小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维聪，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子怡，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赞美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十字架上面救赎的爱，让我们每一次有份于你的爱的时候，主，我们当当记得，主耶稣，你的身体为我们舍，你也为我们流宝血，洗净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更谦卑、更刚强壮胆，来回应主你对我们的拣选跟呼召。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顺服》。且用这首歌来回应。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
星星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生敌人的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意念，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生敌人的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还不明白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当我们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的时候，主，愿我们有更多的刚强壮胆，我们来面对了你。愿主你帮助我们更多的依靠你，面对生命当中许多的挑战。主，我们也谢谢你在万人当中你拣选了我们，愿我们用顺服来回应你，主你对我们的呼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唱最后一首歌，哈利路亚，一起拍手。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我生命的救恩，你的双手扶持软弱，使我刚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永活的见证。哦，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哈利路亚！你是信是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恩典之路。华语礼拜到这边结束，会后我们可以互相交谊祈安，楼下有爱餐。